角色当前的那今天呢这边是在当一个开始讲，未来感觉蛮好的，还是有在关心球队的东西，所以如果要挑战还是。你们应该算是第一次在这样子的台，那你们大家特别都有活动，包括开球过，那感觉有没有比较新鲜一点？新鲜是蛮新鲜的，因为他想要把那颗球继续抓好。对啊，可以跟那个台湾之光更有是大家目前的事情。对，然后今天刚好有个机会让你们看到比较新鲜。私底下没打过吗？啊，私底下没这样打过。自己家不会投手。那个台南是你2个发基地，然后当然小时候都来过台南，然后就等于是说，当然你们一直都有回来过，然后今天这样子在这样的重要场合遇到这个，就有什么特别感觉？就会回想到以前小时候在这边比赛，好像以前练球的地方也是在这里，然后这里就蛮多朋友。对啊，从以前开始在这边帮忙球球棒，然后经常回来有机会在这打，开心啊！摸到这个球场，是很开心的，留下的时候。前面上次帮富邦开是挖地瓜，那这次有没有比较满意一点？今天的体力有又高一点，又到不手滑。
可是来之前有一直在紧张。在开球之前也有特别进去跟王亮他一起，他还有教我一些比较标准的动作，两个至少帮我练半个小时，所以就给我比较多的信心。然后这一次可以来，开球真的是很开心，比较热血的球迷。你在美国或台湾有看职棒的经验吗？就是偶尔电视上播的时候会看一下，因为在美国也是很商业。一般来说，女孩子来当开球会会站比较前面，怎么会想到站在投球上面丢球？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练球的时候，我也是站在前2、3步。那后来，我投了第一球，他说可以耶。然后我们又练了几球之后，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往后站一点？然后我说你确定？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可以，因为他相信我的臂力吧。那刚刚开完之后，你对自己表现怎么样？可以打100吗？可以啊。因为我刚刚是现学现卖。那你刚刚意思是说你之前有帮别人开过球？对。之前是帮哪个？现在是兄弟。8年前。8年前，刚出道的时候。对，刚出道的时候，所以刚刚是整个从头又再一次复习一遍。这个是个 nice top 的好进。那一次我也不太记得了，但这一次是真的有很认真练很久，然后他每一个细节，握球到脚的角度什么，都有很认真的教我。这一次我觉得比较有概念。第一次在球场开唱的心情可以分享一下。这次带着新的作品，然后来到球场，我觉得这2首歌真的很适合在今天这个场面，因为都是非常的正能量的，然后又非常的有能量、青春美丽，然后又反正很有力量的歌曲。对，今天在这边为大家带来这2首歌，那么希